9億治水冇料到，廣州暴雨變澤國。廣州尋日凌晨1點開始落大雨，帶嚟超過200毫米雨量。市中心轉眼間變成澤國，部分房屋被浸，多架汽車只係見到車頂。到天光積水仲未退，工人要打開渠口去水。有人諗住揸車衝過積水路段，但喺路中心死火，市內交通幾乎癱瘓。返工難，返學一樣難，有中學校門浸咗，學生唯有爬牆入學校。有民眾抱怨，當局舊年投資9億人民幣整治228個水浸黑點，但一啲用都冇。有網民仲話，不如將廣州變威尼斯水城，加添亞運特色。對外交通方面，京廣鐵路中斷3小時，45班列車延誤，廣州多個車站都逼滿旅客，白雲機場嘅航班都停飛，大批旅客滯留。粵北前日都落暴雨，韶關同清遠等地至少12死，80幾萬人受災。而湖南同江西嘅暴雨總共造成12人死亡。